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国际组织全球市场联盟的网站，竟然甲咱台湾6都的国籍写作中国，外国保镖达强烈的抗议。台北市是讲，若是无改转来，会继续参加，甚至退出。日去全球市场联盟的官方网站来找会员城市，台湾的6都拢是会员，啊，毋过真足来看，城市国籍的单位顶悬全部拢表示做中国，而且行政院长苏贞昌表达抗议，强调讲台湾毋是中国的城市。而中国在世界希望把台湾做成它的一部分，它的城市，这都跟事实不符合。外交部嘛表达抗议，而且已经透过主管要求这个组织根据台湾加做会员的时阵所提交的文件名称 Chinese Taipei 来修正。全球市场联盟是伫2014年成立的，主要的目的是要串联全世界各城市，做伙来应应气候变迁的挑战。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2015年全球市场联盟嘛捌发生过，甲台南市归伫咧中国有超过侵蚀的嫌疑。台南市政府表达抗议，而且嘛要求爱随改正。我们绝对会跟陈其迈市长还有6大直辖市的市长一起来向世界市长联盟抗议。台北市卫生局嘛发声明强调讲，若是改名要求无得到好意回应，台北市会继续参加任何相关会议和活动，甚至是退出这个联盟。我们也跟他们在联络，但是无论如何是要他们改正啊。那如果他不改正，我们就会考虑退出，就这么简单。桃园市长郑文灿、高雄市长陈其迈拢已经表态，强调讲无接受任何国际组织轻视台湾的立场。啊，若是南亚执政的县市，包括新北市政府是发表声明，佮强调讲，早就伫2礼拜前就写批去抗议，表达家己的立场，而且嘛要求赶紧修改。另外，台中市政府嘛表示，应该赶紧修正，后续才会继续参加全球市场联盟的活动。若无嘛，共款是无少退出联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已经连续10几天拢派军机射来咱的空袭，国防部是表示一切拢有掌握。针对拄仔结束的汉光电脑兵棋推演，有风声讲，咱有来试看咱甲中国无对等的战力要战的计划。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27早起及时飞行动态网站记录到，伫咱国西南空域管道4000公尺，有中共军机侵扰情形，疑似是中共运8型反舰机。这已经是咱国空军广播区里强军连续第12天。学者分析，中共一直用侦察机飞过咱西南海域，目的也是为了侦察美军的南海动态。但如果说我们的东沙岛没有任何防范计划，或者是说美军他也没有任何行动的话，那不好意思，中共可能都会有采取一些军事作为。所以他现在这个侦察机的目的都是在侦察美国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今天早上掌握状况也是状况都正常啊，大家放心，都有空军都有做适时的应处啊，没有问题。国防部员强调，西南空域一切正常掌握中。而国防部28都结束5天4暝的汉光电脑兵棋推演，头一摆对扮演强军的红军兵力无设上限，来测试台湾的无对等的战力，最后咱拿军继续获胜。我们这一次是采复合式的兵推，目的就在这边。以往它是单一的系统的一个演习，啊，没有办法立即去找出答案。那我们这次为了因应这个区域情势研究，所以我们采复合式。这摆兵棋推演采复合式推演来检讨作战计划。而最近中共军机一直侵扰台湾，根据军方最近公布的资料，16到20时总共有46架的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而中国海事局又发布航行警告，28起中共解放军会在西沙海峡进行1天的军事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唔通看土仔乖乖点点，就掠准讲土仔袂共家。有一个国外囡仔伫桃园一间牧场，甲手伸入去土仔篮，结果倒手的尾仔，互土仔夹去，虽讲无生命危险，也毋过尾仔仔无找回来。影片内底一个国外囡仔真欢喜伫饲野生的兔仔食红菜头，啊，毋过无细字，手嘛去互夹一喙，听家己遐伫哭。同款是去互兔仔夹着伤的意外，就发生伫咧即个月25，一个妈妈带一岁外的后生去桃园一个牧场看兔仔，妈妈暂时离开去买物件，就发生意外。下面这个地方哈，然后他的手伸进去。查甫囡仔甲手揪入去兔仔的笼仔内底，结果倒手尾仔去互兔仔夹断一挂。咧现场的民众赶紧打电话到3工叫救护车，园方嘛随卡119来处理。啊，毋过查甫囡仔断去的手却一直无找到。大概已经被咬掉这么一大截了，因为在我看到的时候，关节只剩下一节。
任何有喙齿也是鸟的动物都有可能发生伤人的风险。水虻兔仔看起来真古锥，毋过头前起价力量较大，凊彩黑白甲虻也是树蛙近来饲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园区内底有说坚固的标语，提醒民众毋通甲手丢入去笼仔内底。即马嘛已经伫咧兔仔笼仔外口来到即个幼虻仔，避免意外搁一届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继续受东北风甲南分系雨区向东平山顶东的影响，天气无啥稳定。咱来看云图，北台湾今日规工拢是湿湿冷冷，北部依然雨会较粗，伫华东、中部外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是多云的天气，过到了后有局部雷阵雨。温度的方面，北台湾早暗的低温只剩20度，其他的所在低温是22度到24度。明仔载东北风会略略减弱，温度会回升一寡。另外，要提醒乡亲，伫风尾的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无啥好，若中部分嘉南挖进山区过到了后，空气品质嘛无啥好。目前咱台湾各地头的水库水存无5成，也毋过水利署是表示讲，10月底进前水量也有够用，大家先免烦恼。入秋头一波方面报道，全台各地拢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库发生。不过，落雨无伫的水库集水区，全台各地水库水情有警报。水利署表示，预计上近9月底就甲经济部斗阵召开水情会议，参详对策。下周3，会有另外召开一次水情会议，东北季风这样的情况进行相关的检讨。整体台湾的水群还是稳定的，而且供水到10月底也没有问题。根据水利署及时水情观测，到早起11点，石门水库、翡翠水库有效脱水率拢无到5成，明德水库更加惨，无到3成，南部闸门水库也无到4成。水利署已经针对新北市南口、桃园、新德县、甲苗栗这7个县市，导起水情小可紧张的市顶。气象局表示，最近的方面，中部以北到东部，规工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带来雨势有限。主要的下雨的地区，大概北台湾都有明显的下雨。桃园以南的这边主要还是要看有没有午后雷阵雨下在积水区的这个部分。另外，在西太平洋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27早起已经发展成做今年第13号轻度风台鲸鱼，不过也离上远，对台湾无影响。有测会向西北转北的方向移动，也袂有外围环流带来雨势，对水库入水是无啥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烦恼气候反常会愈来愈严重，昨昏有少年人发起青年对抗暖化的大游行，要求政府要注重这个问题，有关到国安的危机。2050电源这边已经淹没了，请大家带上自己带的蛙镜哦。环岛台湾南广播积极检讨，将像美国中央气候研究组织所指出的，2050年的海平面会超过0.56公尺，到时阵北市破坏地区将会泡伫水内。所以学生甲几下的 NGO 团体伫青年抗暖大游行，挂唱水镜哭诉模拟极端气候的情景。对啊，这一点都不有趣。我不希望未来我在上班的时候是要穿着蛙鞋、背着蛙镜的。希望政府正视气候异常的这个事实。那就是说，如果为了要就是抑制2050年的碳排，就是全球升温要在1.5度C里面，台湾政府应该要立即的提出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青年诉求，咱国应该算是伫2050年进前，都要达到净零碳排，也就是碳中和概念。除了减量温室气体，也爱透过种树，也是碳捕掠等技术，抵消人类排放的碳量。家己游行队伍的立委表示，将会提出修法，将温保法修伫更加完整的气候变迁法。我们是希望要让我们的制造业跟产业的碳排放要降低，因为未来在欧洲、在其他国家，可能他们甚至都会开始课碳关税。所以，如果我们还是保持一个高排碳的状况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是我们自己的产业竞争力。环保署回应，保证当地专业盘点减碳的技术甲政策工具，严格监视要提升达成净零碳排，有关需要民主共同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来看今仔日的早报，咱来看《中国时报》。苏澳7月时阵，新宁号236号昨昏伫钓鱼台海峡，互日本的巡南舰规定中船头有去弄到，赶紧向渔业电台找帮助。日本的巡南嘛想要爬去咧船仔顶检查，也毋过互咱拒绝。海巡署接到通报，随派家人拦过去，已经到位啊。船顶的7个人拢平安。
来看联合报，联合报2020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民众对两岸关系甲军事比拼，感觉趋势是恶化比例是创下新高。不过嘛是有48%的民众支持咱总统蔡英文对中国的政策也有处理的表现，只不过认为两岸有可能会相战，这个可能性的比例是比去年也更较悬。来看《苹果日报》，咱台湾的艺人欧阳娜娜甲张韶涵，伫中国10月7日的国庆晚会，要甲中国香港、澳门的歌手合唱《咱的我的祖国》。行政院长苏贞昌讲，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艺人是公众人物，安尼做敢拖动台湾人、台湾人民的家己心内有数。咱台湾已经甲世界上伫被新型冠状病毒预防车平台拍好契约啊，不过中国的预防车咱未进口，若欧美的预防车阁有配送的问题，即马有人烦恼讲，到时咱敢会摕无一张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突破3000万人，各国拢真不忙，疫苗会当量早出来。虽然台湾已经甲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处置机制 COVAX 签约买疫苗，也毋过卫福部长陈时中顶日表示，未买中国製嘅疫苗引起外界烦恼。到时阵感谢会造成台湾无疫苗通用。时中部长呢是政治正确的，但是呢，如果将来 COVAX 联合国在分疫苗的时候，正好分到中国的疫苗，那是不是我们不要？对此，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中国的化药剂疫苗等生技产品原本法律规定就不准进口。目前全球有9支新冠疫苗正伫第3期临床试验，其中4支是中国疫苗，1支是俄罗斯，其他是欧美疫苗。强调研发进度上紧的欧美疫苗，运送保存需要伫零下70度的低温。但是强调必要时，国内冷温冷链也会准备好。保存的时间还有它不稳定性，其实增加了很多的变数。那但是我们也因应要有冷冻，所以要这种冷链，所以我们也跟相关的冷链的公司，我们都保持一个联系。那如果到时候一定要使用，这时候我们也会准备好。另外，行政院编列了52.8亿，予卫福部做纾困预算。但是中指出，当初编列是7月份，疫情控制也算稳定，也毋过疫苗介绍、采购数量等防疫物资随时拢有变化，所以才希望租界总处编列有备金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和防疫做得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300万例，死亡人数伫全世界有99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咱台湾是1510例，中国病例85000多例，香港有5000多例，日本超过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731万例，印度超过599万例，巴西超过471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73万例，英国超过43万例，法国是59万例。世界卫生组织即马要召开重要会议来讨论疫情。欧洲第2波疫情当在看，西班牙的马德里是采5万支机亚要向疫情的受害者致敬。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罗姆公园，经过一暗，超薄电管插满5万支红黄色的小国旗，向这波疫情之下不幸不明的人，还有当兵的人致敬。这是西班牙目前疫情的状况。伫咧已经有3.1万人无命，要72万人治病的状况之下，想要控制疫情，插旗的是疫情受害者所组成的团体，利用暗时秘密集体行动，而且透过公园较外大路的这边，用黑白旗海甲白色的布条，替新冠病毒的受害者来找找证据，批评政府防疫无能。mucho más bonito que el que les dio el señor presidente del gobierno。伫墨西哥查尔科镇的牧园一直伫开垦新的路途区域，就算讲7月底疫情转好，官方认为讲对疫情有控制，毋过过去1礼拜以来，逐工拢有100例新增加确诊，阁有体检率其实并无悬，大部分拢敢若针对有症状的人采检。健康官员表示，治疗新冠病毒的一般病房甲重症加护病房敢若启用30%。国际地下组织9月初发布最新的报告指出，墨西哥的医护死亡率是比其他国家较悬，嘛因为这个国家目前全球死亡人数是第4多，百姓对潜在第2波疫情嘛真烦恼。巴西亚马逊地区上大社区马瑙斯已经开始执行甲酒吧还海沙堡关起30天的防疫禁令，因为疫情阁开始升高，这嘛显示马瑙斯群体免疫的希望已经无望啊。
As autoridades governamentais falarem a sério, dizerem a verdade, o que é e o que não é, por duas razões. 马老师伫6月份到8月份发现疫情哪像有转好，到4、5个月时阵死亡人数比起来已经减真济。根据市长办公室的报告，自从5月份开始，逐天落土甲火化，一天上济277个人，到9月中的时阵是45个人，但是即马这个数字佫开始变悬。世界卫生组织会伫10月初5举办特别执行委员会，11月初9举办世界卫生大会 （WHA） 会会，检讨新冠病毒疫情应对，而且讨论台湾参加提案。WHA 大会议程目前还未确认，毋过台湾在4友邦今年5月份 WHA 大会进行正式提案，呼吁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迄当阵大会根据各方非正式咨询的结果，决议讲等待复会时阵才来处理甲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欧洲的疫情拖环头，各国即马拢缩按防疫措施，实是引起民众的不满。英国的伦敦爆发街头示威，抗议政府摕疫情来做借口控制人民。名叫做“阮无同意”的街头示威，26在英国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举行，起面几千人参加。示威者大喊向暴君广播的口号，也着99趴空号率的飘语牌，表达因对防疫封锁做法的不满。抗议人士认为，新冠病毒疫情是当局假造骗局，借此控制人民。警方以无遵守社交距离为理由，下令示威活动解散，互部分示威者献水干仔。警方就举棍仔来赶人，过程中至少有3名示威者甲9个警察受伤，并且有16个人被抓。市长卡恩讲，这阵正是防堵病毒扩散的关键，维护少数人的自私行为，破坏伦敦市民牺牲所换来成果。而墨西哥伊瓜拉大学生失踪案件6周年，上千上万的示威者集合在墨西哥市，对独立纪念碑出发，一路行向宪法广场。因摕到43名无害学生的相片，要求当局查明真相。总统欧布拉多迄天接见学生家长，司法单位对军警在内10案人士发布25张逮捕令。这是墨西哥当局头一摆对军方人士采取行动。这个案件被引来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被看作是墨西哥长期以来司法部落用上界明显的案例。另外，这期万年总统卢卡申科选举做票的妇女伫街头示威，26搁再伫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一群示威者大喊：“阮的总统蒂哈诺斯卡亚和警察强诱上警察车。”就连头毛白苍苍、拿着国旗的老太太也互诱去警察车。这是8月初9投票了后第7场的拜6大游行。卢卡申科进行家己秘密宣誓就职，不过后面已经表示无承认。连法国总统马克宏27日讲，卢卡申科必须落台。记者综合报道。法国飞的查某导演马努娜杜豪希伫日本雅典摕到导演奖，伊的作品小可爱是咧讲女性风物化、囡仔红性感化的问题。也毋过，这个影片伫美国引起保守派批评，甚至要求司法部爱介入调查。Mais qu'est-ce que c'est que ça? Il se passe quoi là? Vous faisiez quoi à la guerre? On va danser au concours. Je danse avec vous. Quoi? 巴黎市外的三只社区内底，一个保守穆斯林家庭的11岁查某囡仔暧昧，受到同校一阵个性强烈的查某囡仔所吸引，因爱穿漏斗仔的衫，甲真卡戴衫当作是偶像，逐工拢话要扣喙，想要摕到尻川舞的冠军。定定就做伙讨论，伊嘛无啥清楚，毋过是甲查甫囡仔有关系的性的话题。法国塞内加尔的女导演马鲁娜杜豪希，伊的头一个作品《小古锥》无真有名的名册，佮加上是外语片。毋过 Netflix 网飞影片宣传海报伫网络顶悬，引起儿童色情的争议。社群媒体佮出现取消订网飞的串联活动。要求甲这出电影摕掉的千元网站嘛有超过64万人连署。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伫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的时阵表示，伊已经要求美国司法部来调查网飞还有因的高层敢有违反禁止制作甲传播乱动影片的联邦法规。Laisse couler l'eau, ma chérie. Les péchés s'effacent avec. Vous avez quel âge? 14. 若是导演杜豪希除了受到莫名其妙的人身攻击以外，佫受到死亡的威胁。纽约时报影评人理查布罗迪伫纽约客杂志写文章讹落杜豪希作品，描写出伫即个色情甲商业媒体文化主流的环境之下，女性的成长所爱面对的挑战，特别是伫咧法国迄个移民丰富毋过真善者的郊区。
伊进一步质疑做这出作品的人，有几个是真正看过这出影片，这出电影的其他元素一定会互因不满，因为这是一个不满父权社会转起来反抗的查某囡仔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墨西哥向因的政府抗议讲，墨西哥家己就伫靠岸，也搁甲因的国家搁甲边界的水送去美国。警方是认为民众是提武器在抗议，所以伫反击的时是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墨西哥政府是表示讲，若是无照片照行，安尼可能会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安尼国家失去的会搁较侪。因为人数较少，顶部警察提出把子洋水坝作业区范围，互示威的民众会当继续占领水坝，已经停止排水予国界另外一边的美国农民使用。把子洋水坝是伫咧墨西哥境内的孔丘斯河，这条河是美国墨西哥边界河川格兰河重要的支流。不过，墨西哥民众认为水是墨西哥的，无理由分予美国，政府应该将农民的权益采伫咧国际条约进行。顶礼拜伫水坝作业区的抗争，警方敢若是执法过度，造成一对翁仔某着枪，牵手死亡，翁婿重伤。Es muy, nomás nosotros estamos, lo único que nosotros estamos peleando es que nos pertenece el agua. Estamos pidiéndole a la Fiscal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que intervenga para deslindar responsabilidades. 对墨西哥政府来讲，是将水资源分配予家己的农民，会当安大人心。严关的是违反国际协议，可能会予美国经济制裁，对墨西哥的伤害更加大。若是要重新谈判，照美国川普政府态度这么强硬，可能无什么好处。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做伙来去看世界。中亚的交界所爆发军事冲突，死亡人数有23个人，包括美国、德国、法国、甲欧盟，也有联合国，拢出面呼吁爱停火、爱冷静。根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国为着要保护美国，美国驻香港的外交官，若是要甲香港的政治人物见面，拢爱先经过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的特派员批准同意。来关心美国大选头一场的电视辩论，伫台湾时间9月30早起9点要举行。由川普会先发言，为了防疫，现场敢若开放加80个位名，而且爱先做体检。联合国大国际总辩论，中美洲、加勒比海三个友邦拢有替咱台湾讲话。圣卢西亚的总理是强调讲，联合国爱承认咱台湾是国家，互咱台湾加入联合国。另外，某学者是认为讲，等美国的大选选煞了后，是咱台湾甲中国重新对话上好的时机。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进入第5天，咱国伫加勒比海友邦圣露西亚、圣克里斯多福甲圣文森3个友邦发言时，无被记得为台湾发声，强调台湾无应该伫联合国体系缺席。It is time, once again, give states like Taiwan recognition that they can meaningfully engage in global processes and share their best practices. 全球对抗新冠肺炎，美中对抗继续升悬。2个月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克小连续来台。蔡政府讲，这是台美关系有史以来上好的。民众党27赛起举办台湾新国际关系论坛，有政治学者认为，应该审慎重新检视美国对台的约束。在新国际情势之下，台湾也应该重建两岸对话机制。美国在美中台3角关系里面对台湾的承诺、对台湾的协助，这是一个口惠，还是说他真的会做？在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后，因为他没有接受9·2共识，当什么都断了，什么都断了。顶日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的访问时，讲台湾政府目前未寻求甲美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政治学者解读，这是对中国设伏信息。为什么吴钊燮要反对？我认为这句话是说给对岸听的。蔡英文现在在国际上是正能量的代表，而中国大陆现在反而是被全球千夫所指的对象。那中共今天要跟谁打交道？跟最有实力的，那当然就是蔡英文。
反社评分析，咱国防疫有成效。蔡英文勇登时代杂志8大影响人物，成为美中台互动上有政治实力者。学者分析，但美国总统大选确定了后，有机会重建两岸对话机制，也是中国甲民进党互动的上好时机。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国道警察在当地的时，来一对翁仔某找伊斗相共，拜托伊开路，送伊后生去病院。因为这个警察无大声报备，就去斗相共，转互电视警告。也毋过，拜托伊的翁仔某去替伊求情，落尾伊嘛有记讲，互伊公告收堵。今年7月18暗9点外，一对翁仔某抱着严重满出的一岁后生，冲至国道警察高级分队要求帮助。当时当地值班的圣诞警员随驶着警车帮忙开路。10多分钟了后，来到嘉义大拿主治病院，囡仔经过急救顺利康复。也毋过，这款为民服务的好代志，却互圣诞的警员被处分记一支小过。没有通知到在队的干部上来协助递补值班台，那就驾车协助送医。那当时就是造成说值班台没有人看守。那因为依据值班勤务作业规定，那员警在处理事故的时候遇到状况，他值班应该要有人递补。警员协助开刀救囡仔一命，受帮助的民众伫网络上发文，描写当时的状况有偌紧急，也一直向警方细图写。也毋过事后却知影，圣诞警员就因为安尼互处罚。日落再次前往高级分队，未向圣诞的警员细图写，并且要替伊求情。这个为民服务的部分，我们是很肯定的，但是因为当中也是不小心可能紧张犯了一个疏忽这样，那也会安抚他的情绪。国道警方解释，值班台值班的警员管理海段重要装备，也要负责联系通报辖区交通状况。若讲无人看守，将会造成严重的空旷，所以队部决定记小过一支。也毋过热心为民服务的部分，经过内部讨论，也将会对伊将有述奖。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南是有一个人去捡到一个笔记型的电脑、手关电脑，再将物件送去警察局。因为失主已经大声报案啊，所以这个捡到的人互当作是嫌疑犯，看敢是伊偷摕。虽望检方后来是无起诉，毋过互伊感觉真无奈，袂输好心互累金。民众取完便所了后，笔电包放伫洗手台袂记咧摕，也毋过过一天了后，笔电竟然出现伫户外的广场。比另外一位民众单身姓捡到送到警察局，也毋过这位捡到的单身姓当下煞变成窃盗的嫌疑人。那个当下我是蛮错愕的。那一方面我也是觉得说既然已经遇到了，那我就只能解决它。那他的态度呢，会让我更为火大。从头到尾他就只是说这是你自己的问题，这不关我的事。单身姓无奈讲，顶个月七八暗在1点外，伊伫台南南科管理局广场的平台发现一台笔电甲随身碟。虽然当下直接卡一控报警，也毋过伫警方的要求之下，将这物件拢送到警察局。也毋过因为失主早伫前一天初7下昼就已经报案窃盗罪，互姓陈男子一了就变成嫌疑人。好在在最后得到检方不起诉处分。按照个案判断，我们认为就是有可能的嫌疑，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窃盗罪的相关程序去做完笔录之后移送地检署。其实你的东西并不是失窃的情况，你却想要提高窃盗的方式，让警方帮你找。这个时候在刑法上面有一个叫做未指定犯后不告罪。如果你明知你的东西并不是被偷走，很有可能构成这条犯罪。律师也提醒民众捡到物件，却无随将物品送到派出所，都有可能构成侵占威胁罪。另外，安怎避免类似的代志搁发生？律师表示，若讲伫公共场所捡到的，会当请当地的管理员协助，也是有朋友同齐，伊的证词也会当证明家己的清白。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拿埔迁村案昨昏举行座谈会，市长陈其迈公布草案，在地乡亲上界关心的是一平换一平。陈其迈是表示讲一定会做到到，也毋过基于嘛，只记讲草案内底全部拢写配售，敢会真正搬厝了后厝爱开钱买。891支烟筒500多间工厂，将高雄大拿埔的居民包围着。严重的空气污染甲恶劣的生活品质，互迁村的议题一直拢是政府甲居民真需要解决的问题。20世纪立法委员邀集经济部甲高雄市长陈其迈等政府官员，到大拿埔活动中心向乡亲再度召开说明会。自头到尾我看到拢是配数，
真济村大家来摕钱出去，那咱前村要创啥？那我搬到呢安置的地方，等于说我要重新开始。我到这个年纪，我怎么去找工作呢？陈其迈讲的好像防重哎。总算等到政府提出前村草案，因过内底内容，也是互基平期待搁一摆变空。这期毋但是即马连计划书拢还未出来，草案也拢是配售，而且基平上关心的所有土地，一平换一平，也是只限自商土地，即期村民搬出去了后，就会无所在大。咱的社会主台要安置，这钱政府来负责，我来起，我起的助理用上俗的助理，你若是弱势，等迄甚至多金2遍啦。面对就任以来头毛咧烧的前村案，戴基迈也强调会顾到居民的前村快乐，甲以后的生活品质，并且答应前村书记家己绝对袂跳票。大南部我2万人应该去到位咧？居民希望政府爱以专案特别处理，前村也爱如期伫2023年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解决花莲在地客运无够额的问题，花莲县政府甲台北的首都客运甲统联客运做伙合作，对苏花界客运站各设3条行市区的车桩，方便民众来搬车，而且是按今仔日会开始起行。花莲原本只有2间客运公司行驶路线，拢以省道为主，所以市区一寡县道、乡道都无客运经过，让后民众不但真无方便，也毋过即马专门找苏花界的北发客运业者愿意延伸服务。我们首都可以，台北可以，还有统联可以，我们开了306、307、308，都是以我们火车站为出发点去绕行我们整个花莲地区。新开的3条路线是火车站到朱济科技大学的306，甲朱济科大甲东大门夜市的307，由首都甲台北客运负责，也有饭店转接线308由统联客运负责。未来整个转运的功能落地来到花莲，直接到转运站，其实它就可以看到花莲所有的交通的整个时刻表以及交通的整个路线图。另外，公路总局也计划伫苏花界开一条公车专用道，有效减少塞车时间，也可以当吸引更较侪消费者来坐。从苏澳到苏花改入口，我们开的大客车优先道，大概可以省半个多钟头的时间。那北上的部分，我们从太鲁阁大桥到崇德开的大客车优先道，大概可以省到15到20分钟的时间。目前这3条新开的市区公车，有价2倍开始上路，转票25块，半票12块。若讲有坐铁路，搁转坐客运的旅客6点钟来，坐市区线也搁会当享受一段票免费。记者综合报道。2020第9届台湾国际儿童影展，原本3月份要举行，因为疫情的关系全取消。这阵啊，咱国内疫情转好，所以即马当地各地巡回播送。今年的主题是理解甲包容，主办单位希望互大人甲囡仔会当互相欣赏，来互相学习。原本要补上班、补上课的日子，家己市在地电影院下晡的时阵，也是有真侪家长带着囡仔准备要来欣赏国际儿童影展的电影。我们看得懂，可以解释给小孩子听，我倒觉得也还好，就是陪伴他们看。理解或是包容这样的字眼，其实对孩子们来说其实是很遥远的。但是如果透过影片的一个阐述呢，他们更能够理解哦，原来理解与包容是无所不在的，更能够内化到他们的内心深处。受到疫情的影响，2020台湾国际儿童影展取消3月的活动，但是对着疫情的转好，巡回的活动嘛继续来举办。26号家己开幕场就放映着选2019年德国柏林影展的动画长片《水龙之歌》。真的对于他们幼儿园来说，真的是比较深，但是就是要在旁边一直引导他们，跟他们讲。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寓教于乐。那在这个看电影当中，我们学习互相的理解，互相包容。这届伫家己举办的影展，总共有10位作家、11支作品。主办单位表示，希望因替大台北以外地区的亲子甲师生提供趣味佮适合适的影像作品。后一场10月3号甲4号会伫家人，嘛欢迎有兴趣的父母甲囡仔会当把握这届合适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台南，台南的将军区有一个凹铁线的艺术家，用铁线凹出祖先压低头种作挖进土地种种的情景，甲农村日常的生活用铁线凹出来。
用白铁啊做的富人人，伫过日啊、打七啊，就算大巴肚，也是照起工无用做事。早期农村社会妇女勤俭骨力，为生活打拼的情景，即阵就展现伫咧铁材艺术家林荫绿的作品内底。用铁线就是讲过去用稻草，我摕电缆吊，无偌久就歹赢。啊，你这铁啊，你著做一件，啊，甲迄个做好真，互人去看有物件。讲铁啊，塑造形体，台南市中军区的铁材艺术家林荫绿，为着感念祖先对土地的尊敬和保护，伊就用有路的手法，甲早期农村社会农民看天公伯啊食青，规年烫天拢有无共石头爱做，迄款认命佮朴实的精神展现出来。以前农村的生活，还有我们庙会的种种。这个是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一个情景。不管是压低头、冰土，也是打水，林荫绿用一挂无形无具的铁线，呈现人民挖山食山、挖海食海的过去，也互台湾的历史会当用这种奇巧的方式，搁再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食果子爱拜树头，食米饭爱拜田头。咱卡达这片土地嘛爱保护这片土地环境。即阵有线农业愈来愈受重视，婚林土库的农民专工找老师来上课，希望促进地方的农业，卖当兼顾品质甲环保。8岁的稻仔头咧咧，这拢是农民的心血结晶。毋过要种出品质好的稻仔，佮无爱用化学药剂、肥料来伤害环境甲人体健康，就爱更加用心咯。伫咧婚林县的土库顶遮，就有农民找专业的老师来讲课，分享有机农业的知识。是一个保护，咱大家种出好的米，食了嘛较健康。那我是希望说把这些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讯息跟大家分享。看遮的农民拢足认真咧听老师上课，大家拢是为着要互种植的技术更加进步，通好保护环境，也通增加家己的稻仔未来优势。稻仔品种有一寡伊的来源是安怎来？目前到今为止上了袂歹。做有机的来推广，大家愈食愈健康安尼。讲课的老师李英总讲，要种出高品质的稻仔，好食是一个重点，健康甲安全嘛是袂当欠缺的条件，所以希望透过讲课来促进地方的农业。所以安全、健康、好吃，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是好品质的稻子。在这个愈来愈注重环保甲健康的时代，有机农业是愈来愈兴。毋但是期待食这农产品的民众会当健康，更加是希望咱卡达的这片土地会当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日月潭风景区内底向天圳的溪水边，常常是吸引游客行下到去佚佗。也过观光客留落来，拢是贩卖铁鸡啊，甲一挂粪扫。当地环保志工甲当地各小的老师学生做伙去捡粪扫，嘛呼吁乡亲去佚佗，唔通留粪扫。烘肉用的铁鸡啊，分塑胶袋啊，互人乌白等伫咧溪边。民众和环保巡守队的志工，大约60个人，一人摕一个粪扫袋啊，上细咧巡，要行这条向天圳目家人溪原来的美景。你像今天我们来捡很多那个烤肉架，你放在这里是不是它会生锈？别人不可能跟你再拿来用，对不对？你就顺手带回去。出来巡讲有人偷倒一寡废土无，倒一寡遐粪扫无安尼。因为阮逐礼拜出来巡这目前即摆改善足济安尼向天圳风景水游客多，南投溪池乡的东公村已经纳入日月潭风景区，观光的人潮所在地方有甲遮尔垃圾，看含伊啊嘛有了。在地东公国小校长带出学生来参加这摆的净溪活动。他们有些人一直在那里烤肉或是丢垃圾。那造成的环境什么？污染。你希望环境会变得怎么样？更美好。希望呢，小朋友通过这一次的净溪活动呢，能够学到说，不只是减少丢垃圾，也能够知道水资源对我们的环境非常的重要。环境教育自细汉就要定根，让大家拢知影美丽环境和可爱生态需要共同来保护和维持。记者综合报道。
那南投的日月潭昨昏嘛举行万人收水，有2万多人去参加。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要落水之前，还有收上花了后，拢爱专程挂嘴罨。就是到达现场的好朋友啊，你们一定要把口罩戴起来。主办单位一直伫咧现场公布，要参加活动的民众爱会记得挂上嘴罨，嘛爱保持社交距离。27号南投日月潭举办万人拥堵，因为搁伫咧疫情期间，活动好不容易才得到中央核准，所以主办单位真细力要做好防疫的工作。3、2、3、4、5、6。为了做好万人拥堵的防疫工作，参加活动的民众必须要听主办单位指示。伫咧活动报道的所在，还有调有码头顶地点排队耐心等候工作人员来量体温，嘛要戴上嘴罨，才会使进入会场。虽然比往年加开一寡时间，但是大家拢愿意配合。我们当然是能配合就全力配合啊，毕竟也是人那么多，不配合就会很乱啊。不会困扰，全力配合。过完2个竹竿，才可以把口罩拿下来。那为了要确实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我们在事前就已经宣达所有报名的团体务必在下水前一定要戴好他的口罩，而且是用防水袋装起来。那如果忘记带的，我们也都有发送这个口罩还有防水袋。南投县府表示，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一直到活动前1礼拜，中央才核准举办。但是统计嘛是各有21000多人参加，其中嘛未少外国人。对于全球各受到疫情影响，皆会使参加台湾举办的大型活动，感觉真好运。记者南投综合报道。来关心有困眠困觉的人是真多。根据一份统计，这款人愈来愈多，咱台湾大约有500万人。困眠不好，爱食爱困药啊。医生是提醒讲，爱找出困不好的原因，靠药啊长期不是办法。现代人工作时间长，身心压力大，加上今年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有临床医师发现，最近因为失眠加困眠障碍来求诊的患者，比过去增加2-3成。你对疫情的担心害怕，或者因为疫情被迫去隔离产生的焦虑，或甚至出关之后，你还担心会不会有后续的疫情再发生，所以种种接连的不安状态，就像我们常常讲的，你大脑没办法放空，身体没办法放松。所以当然，你的睡眠就会受到影响。有困眠困扰的人真正真多。根据台湾自杀防治学会统计，有困眠困扰的人的比例，对2006年的23.3%，到今年增加到29.5%，大约有476万6千人到600万人左右。真侪人困无好，会找医师开安眠的镇静药物。不过医师提醒，若长期倚靠安眠药来困，若有乱用问题，也增加失智风险。他是因为多梦而一直在胡思乱想啊，当然就是让他梦不要那么多。我们有所谓的叫做脑波平稳剂，这些都可以作为相对前面的一个优先考虑，而不是一开始就想要考虑使用安眠药物。医师强调，一定要找出失眠原因，才法度根本解决问题。同时建议民众，日时爱多多运动，较少活动的较劳动，并且甲人常常互动，生活作息正常，暗时才法度困较好，提升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29岁的妇人人，在去年6月份生囝自然产的时阵昏迷，病医检查了后发现讲，是生囝的时阵伤出力，血管全憋气中风。经过1年外的复健甲治疗，即马已经豆豆恢复，生活上嘛当家己料理。医生是提醒讲，如若是普通时会感觉头痛，也是讲目睭会熊熊蒙雾，拢爱赶紧做检查。护理师甲护理，安尼复健的每一步拢真辛苦，因为去年6月份生第3胎的时阵，无发现本身有动静脉变形的情形，生产的时阵伤过出力，致使血管破气，血甲去缀着正病的脑，紧急手术了后有救倒转来，不过分数倒电，规个也是无反应。从高一出来到这边是瘫掉，没办法站，我是几乎是妈妈每一天拿着个布的袋子包绑在床尾，就类似那个铁达尼号有没有？就这样子。绑在那边，他经常哭啊，我说你哭我也哭啊。我他妈妈我很累呢，可不可以休息？我说我也是很累啊，我也希望你休息。可是我们一定要度过这个难关。自然产致使中风，
安尼经过年外复健甲治疗，日常的生活已经会当家己处理。不过厝内人感觉真摇移。安尼伫咧前2体自然生产，还有第3体有新的期间，身体并无爽快的情形，平常时嘛无类考的镜头，加上伊敢若29岁还真少年，想袂到煞中风。生产会有一定的风险，但说会出血这样的状况不是非常的常见，除非病人本身就有心脏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或者是脑血管本身就有一些病变，或者是一些糖尿病等等。病医表示，其实动静脉变形致死中风的情形是真罕见，一般来讲，几率敢若有1%，而且发生伫生产过程当中的病例是搁较罕见。医师提醒，若是平常时无原因就头壳痛，或者是目睭看袂清楚，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做检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色，咱来去俄罗斯。俄罗斯有一个所在叫做昂阿尼川，这个所在是真偏远，庄仔头内底敢若住7个人尔。对外交流拢靠邮差较济，因为邮差送批来时，毋若送批，嘛会倒收电火钱去纳物资，买买食的甲生活用品、电批甲这物件做伙送来。这拢是路高摩的路顶悬，越野沙坡车慢慢驶向川路。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洪雅尔川是全国邮政系统中上偏远、上歹到位的所在之一。送包裹批甲钱的邮便师爱穿过森林，渡过2条河，驶伫的路高摩的路顶悬，因为路无好，就爱利用越野沙坡车。Специально его купил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юда вот на поселок не пешком ходить. Я в 78 году сел на трактор после школы, и все, я до сих пор кручу баранку. Так что это ничего такого сложного нет. 以臭树仔为主的洪雅尔川40年前，也是一个有清的居民的村落，而且有一个国内线机场是木材运输甲居民对外联络方式之一。伫臭树仔较无好了后，居民开始徙走，即马只剩7人住伫遮。村内无路顶，伫市区到村内来回爱用6点钟的情形之下，有时阵邮便师康达科夫都爱到暗暝暝的时阵才能回去。Не страшно вот одному через лес ехать-то с деньгами? Ребята, чего лесу бояться? Я в лесу вырос. Лес это мой дом, второй считай. 一个月爱来送一摆批的康达科夫，也佮负责帮助村民买生活用品的工作。加上伊是唯一会到遮的公务员。政府发的养老金，电力公司买收的电费钱，拢由伊来收。Он нас выручает постоянно, он нам привозит почту, привозит, то есть продукты с почты, в магазин, когда заказываем. Постоянно он нам помогает. Без него вообще не знаю, как бы мы жили, конечно. 因为居民人数太过少，伫无基础设施之下，村民有需求，康达科夫也爱协助警察到村仔内，或者是送破病村民去病院。过去3年，从来毋捌休困的康达科夫，也得到村民送互伊邮局南浦的名号。记者综合报道。南韩首尔有一间素食的连锁餐厅，为着防疫推出机器人来送餐。对点菜开始到食的3到2个面头前，人甲人拢毋免接触到。伫南韩首尔江南街一间 No Brand Burger 汉堡店，为点餐做菜甲用餐，拢毋免甲真正人面对面接触。顾客一门直接对自动点餐机点餐，指令会自动传送到灶卡，同时命令灶卡内底自动机器加入面包甲饼。工作人员简单处理了后，搁由送餐的机器人将餐点送到顾客面头前。 제조를 해서 고객에게 서빙 로봇을 통해서 전달을 해드리며 고객은 직원이랑 접촉이 없이 비대면으로 바로 포장을 해가실 수 있는 시스템으로 준비되어 있어요. 新冠疫情大流行，人人拢可能是感染源。对顾客来讲，应减少甲餐厅员工接触，自然也较放心。 지금 같은 시기에, 특히 코로나 시기에 이렇게 비대면으로 도착해서 주문하고 직접 픽업하는 거는 굉장히 좋은 것 같다고 생각이 듭니다. 其他餐厅也积极使用送餐机器人，电信公司 KT 就甲连锁家庭餐厅 Made for Garlic 合作，推出一台 AI 送餐机器人，结合3D 空间映射甲自动驾驶技术，用自由穿过多时间内真下通道，将非障碍物送到位。 특히 자율주행 기능을 가지고 있어서 어느 공간에서나 로봇 스스로 주행할 수 있고 특히 어린이 고객님들이 로봇을 보고 싶다고 저희한테 요청을 하시는 사례가 많이 있고요.
지금 코로나 때문에도 고객님들께서 이제 뭐 직원들이 직접 드리는 것보다는 고객님들께서 로봇을 통해서 그 음료를 받으시는 게 좀 더 신선하다고 느끼시고 계세요. 两项疫情最近慢慢缓和，有几个港大就无加百例确诊，首都校园11月开始部分开放实体上课。9月30到10月初2是中秋假期，政府按算宣布新的社交距离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耶诞节的小商品有8成拢是对中国浙江的义乌这个所在做出来、生产出来的。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订单是减真多。因过至这时阵，当地赶工要赶出货，不过今年无啥生意，点。过2个月过，今年耶诞季特别高啊！有全球上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铁工城义乌市，所感受不到这种要过节的欢喜感觉，真侪工厂失去因过赶工出货的气氛。像往年这个时候，我们天天晚上还在加班，现在加班量也减少了。制造工厂甲因过同款，拢拄热天开始才国外订单，超伫咧10月份出口，啊，毋过到单业绩拢无啥好。今年新的客户基本上是没有增加的，但是老客下单数量是相对来说是跟往年比是减少了将近1半左右。季节性的产品，像现在你国外的客人在下单给我们出货，也来不及了。那工厂订单少，店头嘛无人买。现在老外就进不来，市场上很空，没人。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包括中国以来真侪国家受到国际商务旅行的限制，尤其甲耶诞商品有关系工厂甲商店，敢若当用实行讲生理。Most of the business that runs through Yiwu is still done face to face. So you have big buyers coming to visit the market and make face to face deals with the vendors. They can't do that this year because nobody can travel to China. On the demand side, especially if you look at the U.S. market, consumers aren't going out to restaurants, they aren't going out to malls, and that really cuts back on demand.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耶诞节毋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可能也是受制对中国的电子商务来讲无啥物利头。利用亚马逊也是全球数卖通等等的下境网站来卖，该考虑到真大货运量的运费，其实嘛真可怕。有业者表示，对今年的业绩已经无期待，希望明年会好起来。不过，若是疫情无结束，麻烦到讲事业会对咧放弃。义乌市生产的耶诞商品有8成是出口去全世界。根据中国政府的资料，去年1月份到10月份之间，义乌相关出口的价值超19.2亿人民币，差不多是新台币82亿，比前一年是增加23.9%。记者综合报道。用刀仔做的人造素肉以牛排上市行，无爱食菜的人即马嘛真介意食。中国有业者专甲这素肉摕来做火锅底食的越南火锅料，甚至摕来做包仔，连中秋的素肉月饼拢有。北京一间麻辣烫火锅店，人可以当自由选择青菜肉类甲配料。业者引进刀仔做的人造牛肉丸，吸引不少人去食。其实还是能感觉得出来，它不是肉，但是它的口感跟牛肉很接近了，非常的接近。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植物蛋白的话，会比牛肉要健康一些吧。过去半年外，新冠病毒大流行，促使中国消费者更加重视健康卫生，加上非洲地区影响国内用食，供应量减少，素食2倍质来源的替代肉类，以更加环保安全的形象，得到消费者的喜意。总部设伫美国的业界先驱者 BioMeat 已经伫上海附近开生产线，今年更加甲星巴克建立合作关系，透过连锁咖啡通路侵入市场。北京去年成立的新创品牌丁肉也顺利完成经济轮融资，以纯原豆2倍做基底，生产人造肉丸、肉饼、牛排、猪排，小量系甚至包仔。亚洲口味区分市场，中秋节甚至联合上海老店、老大房推出西湖肉系列鲜肉月饼。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整个的畜牧业，是动物蛋白的产业啊，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把蛋糕做大的游戏。原豆2倍比起较易受中美贸易战变化着影响的大豆，计销甲来源也更较稳定，也毋过分销真贵，决胜的关键犹原伫口味甲计销。因为是新品嘛，我们都是想尝一尝，想吃真正的肉。毕竟是人造的，我觉得，而且它还贵一点，如果它便宜一点，我可能还觉得 OK。人造食物中头，BioMeat成功占领，毋是素食者的位。去年也先挂牌上市国家大企，其他领导品牌也得力快速展开海外市场。中国除了丁肉之外，也有香港的 Omnipore 加几啊间食物业者，当地真紧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风甲华南分河区向东边刷震动的影响，北台湾规天拢正寒冷。气象局目前已经针对湘北市也个基隆发布大雨特报，南部伫过道了后，有的所在嘛有局部雷阵雨。另外，要提醒乡亲，伫风尾的高雄、屏东，今仔日空气品质无啥好，出门爱会记得挂嘴安。做快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外岛是20度到29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天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的秘书啦。咱今仔日要讲会当互咱增加更较水的胭脂水粉。胭脂水粉汉字写作胭脂水粉，罗马字写作伊烟烟、滋伊滋、滋味水、好运粉。胭甲脂拢是第一条，水甲粉拢是第二条。胭脂是古早时的口红，点一寡伫嘴唇，人看起来较有元气，嘛较水。看你是要令果红、气泡红、红包红的色，拢会使哦。水粉咧抹时，就温和小看淡淡，粉才会调。所以叫水粉，薄薄的、酸塌塌的，面看起来就较白，看起来皮肤嘛较好。天气热，酸较袂调，面阁会流汗流甲油腻咧。这时阵吼，用这碰粉就会较好势。碰粉嘛叫做芳粉，新竹的芳粉吼真出名，所以嘛有人直接甲叫做新竹粉。现代人化妆的技师愈来愈多，洗面了后就要先用化妆水，甲面打打的，高高的库里姆，薄薄啊，甲抹一圆，过来抹二霜，隔二霜，刷落来画白白，上眼妆，入目睭毛。出门进前拢爱西装打扮真久。俗语讲：照水水无彩，人水水来财。虽然西装打扮会当互人对咱的印象加分，不过上重要的也是爱做善良的人，存好心，做好代。这款对心内表现出来的水，更较互人感动哦。六、胭脂水粉、碰粉、芳粉。
日霜，隔离霜，叶目睭毛，照水水毛彩，人水水来财。我胭脂水粉装头好好势，家己看嘛欢喜。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